鄉親，我唔先問你今年上半年捱得幾辛苦，亦唔問你人情世故同金錢上面受咗幾多委屈，蝕咗幾多錢。今日只係好認真、好嚴肅，同大家宣佈一個超級好消息。由踏入立秋嗰一刻開始，你大半世嘅衰運已經貼底行到盡頭。好多人平時都唔重視節氣，立秋只係行事臨摹上面一個日子，或者淨係覺得只係天氣開始轉涼咁簡單。我同你講，如果你係咁諗，就真係大錯特錯，白白浪費上天送俾你嘅轉運黃金機會。向我哋傳統玄學八字從風水命理入面，立秋絕對唔係普通節氣，佢係一年入面最重要、最核心嘅天地氣場大轉折。大家回頭諗下，唔係開心？點解你今年上半年做咩都吃力唔討好，搵錢極之艱難，甚至成日心煩氣躁，周身留唔住財，屋企銀紙左手入右手走？開心，只係因上半年春夏兩季唔行，木火特別旺，尤其今年火氣克金，而金就代表你嘅財富真金白銀，你嘅財氣比上半年大火不斷蒸發，你又點會存到銀紙？但係只要立秋一到，成個天地宇宙嘅氣場就會180度大逆轉。立秋一到，火氣退散，金氣掌權當旺，秋天五行屬金，金秋就係財富大豐收嘅季節。等同上天為你打開一座巨型金庫大門，尤其今年丙午年本身火氣衝到頂點，上半年大家捱過嘅苦、受過嘅氣、蝕過嘅財，下半年全部都要連本帶利土翻轉頭。所以今年嘅立秋唔單止係一般季節交替，更加係烈火轉金秋嘅運勢大翻盤，係屬於每一個人嘅翻身機會，就要再等足一整年正式。開始之前，古人有云：言為心聲，心隨念轉一念，向善福運自然到臨。如果你想自己同屋企人秋之後霉運盡散，財神入門，自要爆發。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4個字：金旺財旺。亦都麻煩大家點開頻道旁邊嘅小鈴鐺，按下訂閱，因為每逢重大節氣轉換，我都會第一時間分享轉運心法同佈局方法。唔想錯過資訊嘅話，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還有開心，當你輸入呢4個字點，好訂閱嗰一刻，你嘅心念已經開始同天地金氣連結。留言區會聚每一份祝福，會凝聚成一股強大嘅聚財磁場，為你同屋企親人祈福加持。立秋轉運禁忌同簡易招財佈局，我同大家講實在話，立秋前後3日係全年最容易承接金氣嘅黃金窗口期。還有開心，呢幾日有幾樣事，千祈唔好亂做，一做就好容易沖走送到門口嘅財氣。第一，唔好同人發脾氣動怒，秋金主肅殺，亦主燥氣，一發火。還有開心，等同將送上門嘅旺金氣散走，成個下半年都傳唔到，積蓄是非小人不斷。千祈唔好當晚借錢俾其他人，或者幫人做擔保財氣，先至入到你屋企。轉頭你就轉借俾人，等同將自己下半年整段財運借咗出去，好難追翻轉頭。第三，立秋當日唔好成日講冇錢、好窮呢啲負面抱怨說話，負面言語帶出嘅負磁場威力極大，講得多，本來臨門嘅旺財氣都會俾你講走。相對地，立秋當日想招財接好運，3件簡單小事隨手就能做，去傳統市場買金桔。甘蔗返屋企，象徵金玉滿堂。入屋之前拍淨身上灰塵，寓意掃走重新霉運。夜晚成家人圍埋一齊食熱騰騰晚餐，聚人氣亦都聚財氣。呢啲都係老祖宗傳落嚟嘅傳統習俗，唔需要花大價錢，大家順手執行。下半年財運會更加順遂。重點是先講接下來3個生肖上半年烈火耗財運。立秋過後，即將開啟10年超級大運，你嘅財富大門鐵底打開，各種偏財、意外之財等都擋唔住湧入你銀包。就算你唔係呢3個生肖，我開心亦千祈唔好劃走，因為後面我會無私公開一套立秋專屬全民則用嘅金秋大翻身招財風水陣。第3名又唔好唯有開心生肖龍。第3個立秋過後財運鐵底爆發，就係屬龍嘅朋友。
屬龍嘅人天生自尊心重，有領導才華，胸懷大志，永遠想做到最好，將最體面嘅一面展現俾身邊人睇。但上半年你背負嘅壓力有幾大，淨係得你自己心知肚明。好多屬龍嘅朋友經歷人生低谷，職場上俾主管無理打壓，競爭對手處處針對，經營生意嘅甚至面臨使金鏈斷咁愛面子，喺家人朋友面前仍然硬撐扮作冇事，實質咁焦慮到夜夜失眠，實際內心焦頭困喺淺疾生嘅龍，完全發揮唔出自身實力，甚至會有一種被世界遺棄嘅無力感。我有位客戶姓鄭，屬龍，46歲，深圳電子零件工廠，前幾年生意一直平穩向好，但今年上半年訂單突然少咗，3個大客戶同時取消合作，工廠資金鏈差點斷掉。佢將自主房屋抵押座家亦都變賣，先勉強撐過難關。佢上門揾我諮詢嗰陣，成個人瘦咗一圈，白頭髮多咗一半。佢同我講：蘇老師，買嘢開心。從前我以為冇咩難關係，我跨唔過好。今年我係真係驚咗。但而家請大家即刻抬頭挺直腰板，因為立秋過後，你嘅命運即將迎來翻天覆地嘅大翻身。響12地支為神，神係巨型水庫，亦係最強大嘅財富儲藏位。上半年火氣太盛，將你財富入面嘅水氣蒸發乾淨，你自然存唔到銀紙，咪開心。但立秋一到金氣大行，五行金能夠生水，天地間取之不盡嘅黃金氣會化做源源不絕嘅財水，大量注入你寬闊大半年嘅財富，瞬間將你財富填滿。鄭先生聽從我嘅建議，立秋嗰日佢邊度都冇去，一大早就將屋企同辦公室正西方清掃乾淨，擺好招財陣。2個禮拜之後，佢打電話俾我，聲音都係震嘅。開心，佢講蘇老師之前切單嗰3個大客戶，2個主動返嚟同我下訂單，仲介紹咗一個全新大客戶，總訂單金額比上半年全部訂單加埋仲要多。廠入面3部機器24小時不停運作，工人要分2班輪流上班。呢一段10年大運會係你人生權勢同財富嘅最高峰。係有開心，你唔單止會賺到連自己都驚省嘅財富，更重要係你會奪返你最看重嘅尊嚴同社會地位。如果你係經營生意，立秋過後訂單好似雪花一樣飆來，咪又開心。從前對你愛理不理嘅大客戶會主動上門同你洽談合作。如果你係省賓足管理階層，會遇見千載難逢嘅升遷機會，連跳數級手握實權，咪又開心。你嘅正財穩如泰山，偏財更加源源不絕。你完全唔使再憂心，銀錢周轉，仲能夠累積一筆豐厚資產留俾子孫後代。但你喺家族入面嘅話語權會升到頂點。專屬提醒你最大嘅弱點就係太顧面子，所有難事全部自己獨自硬扛。下半年旺運倒臨，要學識開口求助，接受他人扶持，開心。只要你願意開口，貴人即刻就會出現。大家喺留言區打出財富大開，富貴逼人，接住你下半世無堅不摧嘅頂級福運第2名。第2個立秋過後運勢鐵底逆轉，動中發大財嘅生肖就係屬猴嘅朋友。屬猴嘅人天生頭腦靈活，聰明通透，腦袋入面永遠有各式各樣揾錢嘅點子同計謀。還有開心，但今年上半年大家係唔係覺得自己好似困喺一塊透明玻璃盒入面？明明眼見外面大把揾錢良機，偏偏就衝唔出去把握。皆因上半年火旺，專門克金。你本身五行屬金，俾漫天烈火死壓制滿腹，才華無處施展，有志難伸。你腦袋入面再多完善揾錢規劃，一落實執行就處處碰壁。周轉困難，合作夥伴臨時變卦毀約。最難頂嘅係身邊突然冒出好多表面交好嘅小人，面上對你客客氣氣，背地入面捅你一刀，令你無緣無故受滿委屈，撳到個谷底。我有一位心情企好醒良上屬猴，香港做貿易生意，上半年佢洽談一個大型合作案，所有細節全部談妥，淨係等簽約。到最後關頭，對方突然話公司內部政策調整，暫停所有合作。
佢前前後後忙活足足4個月，到頭嚟白費心機。佢同我傾訴，蘇老師而家好似一隻鎖係籠入面嘅馬螯，明明見到外面有香甜香蕉，偏偏伸手都碰唔到。但屬猴嘅朋友準備好開香 day 慶祝啦！立秋一到，就係五行屬金嘅秋季天地氣場，完全要進入屬猴人嘅主場。從前壓制你嘅10烈火氣一掃而空，你自身嘅金氣綻放耀眼光芒。更旺嘅係，又唔係開心啊！立秋之後，小年命宮會飛入一顆旺法催馬星，隨遇術生秋。金氣享命理入面稱為動中生財，遇動如旺。下半年千祈唔好安於現狀，縮喺屋企唔願外出，或者留喺舒適圈唔願改變。只要有全新合作機會、跨產業商議邀約，甚至外地發展出差旅遊，一定要大膽爭取，主動前往你所有財富機遇。遠方同變動之中，梁先生立秋之後聽從我嘅建議，針對之前特淺嘅專案換咗全新思路，親自飛一趟東南亞揾當地合作夥伴洽談，半個月就順利簽妥合約。整體利潤比原本嗰個專案仲高出2成。佢打電話同我講，蘇老師，今次我係真係信服風水命理。從前我總覺得出門拓展有風險啊，而家先明白最大嘅風險就係原地不動。往後你嘅直覺會變得極之敏早，無論做生意抑或投資理財，都能夠一擊即中，穩賺利潤。偏財運亦都排山倒海般爆發，可能係一筆高額佣金專案分紅，抑或是市場投資帶來豐厚回報。呢段10年大運會令你從被動受壓嘅局面翻身，成為家族入面最有實力嘅有錢人。從前看不起你、算計你嘅小人會自動遠離，唔敢招惹。朱小淑提醒你，天生活聰明係你最大優勢，但千祈唔好聰明反被。聰明下半年遇見良機，果斷出手，但行動之前一定要同信得過嘅親友諮詢意見。多一個人幫你把關，就少一分不必要嘅風險。屬猴嘅朋友，屬於你嘅黃金旺季已經到來，即刻喺留言區打出催馬動財，開心。小人遠離，踢走所有是非，小人迎接屬於你嘅發達大運第1名。生肖牛第一個立秋轉運節點，率先爆發苦盡甘來嘅生肖就係屬牛嘅朋友。屬牛嘅各位，大家捫心自問，上半年係唔係捱得極之鬱悶？你天生性格踏實穩重，責任心極強，做人做事從來唔識投機取巧，永遠係最勤力、最願意付出嗰一個。但上半年火氣齊盛，五行火烤着濕土，代表牛嘅丑土被烈日曬到龜裂，毫無生氣。成段時間淨係得你一個人獨自硬撐，屋企親人兄弟姊妹填補各種缺口，但從來冇人體練你嘅辛勞，甚至將你所有付出視作理所當然。喺公司入面，你做最多工作，業績最亮眼，但升職加薪永遠輪唔到你，反而俾識得花言巧語巴結上司嘅小人搶走所有好處。你心入面滿腹委屈，無處傾訴，成日暗自懷疑自己天生就係勞碌命。有位客戶姓周，屬牛，52歲，喺台北做營建工程。佢同我講，上半年接咗3個工程，全部係辛苦利潤微薄嘅案子。其他同行專門咁係輕鬆高獲利嘅工程，冇人願意承接嘅爛攤子，全部丟俾佢。佢硬住頭皮全部承接，日日留喺工地做到夜晚10點成身泥污，唯有開心。但最後核算落來，利潤薄到好似一張紙，仲要不斷被業主百般刁難。佢太太同我傾訴，蘇老師，我先生最近成日半夜坐喺客廳發呆，問佢發生咩事，佢淨係話冇事又唔好。但我睇到佢個樣，實在心痛到極點。我同大家講，絕對唔好覺得自己天生勞碌。立秋一到，金氣全面當旺，五行土能夠生金，牛五行屬丑土，你前半生默默耕耘嘅善意，捱過嘅所有艱難，吞下嘅所有委屈，喺立秋過後會產生全新氣場轉化，全部變成光澤閃亮嘅真金白銀。周先生聽從我嘅建議，立秋之後做咗一個重大決定，
將手上所有低利潤小型工程全部轉包出去，集中全部心力，爭取一個從前唔夠膽承接嘅大型標案，咪開心。結果嗰個大型標案主辦單位剛好係佢長期往來嘅舊客戶介紹，對方睇完佢過往履歷之後講：老周，我揾咗半年都揾唔到好似你咁踏實可靠嘅合作夥伴，一簽就長達3年，總金額等同佢過後3年所有營業額總和。呢條運勢絕對唔係短暫小好運，而係你人生真正大翻身嘅開端。屬牛嘅人下半年發財，唔再靠體力勞動賺微薄辛苦錢，反而靠資產滾動增值精準投資，眼光累積大筆財富。立秋之後你會發現咪開心，從前買入長期冇明顯增值嘅不動產長線投資，甚至你幾乎忘記嘅保險理財產品會突然大幅升值，身邊會出現實力雄厚嘅貴人，你參加各種穩健獲利嘅投資專案，更令你欣慰嘅係你一貫堅毅踏實嘅身教，深深影響仔女。立秋之後子女會豁然開朗，用各種豐厚回報孝順你，每個月奉上可觀家用，帶你周遊各地資產，買大屋孝敬。屬牛專屬提醒你這一生最強嘅特點就係捱得苦撐得住。上半年最難捱嘅階段你已經熬過，下半年輪到你揚眉吐氣，屬於你嘅機會，該爭取就爭取，該拿回就拿回，唔好再將各種好處拱手讓人。屬牛嘅朋友，你所有辛勞終於苦盡甘來，伸手接住呢段10年黃金大運留言區打出金牛翻身福運，遲到但永不缺席，承接屬於你嘅豐厚福分。講完呢3位，即係將迎來10年大運嘅生肖，我諗好多唔係呢3個生肖嘅朋友，心入面一定心急，甚至失落。唔好啦，我唔係牛喉龍，下半年係唔係完全冇好運，繼續捱窮？大家千祈唔好滑走，更加唔好灰心喪氣。我一開始就講過，立秋係全天地萬物氣場大轉換，天地規律向來公平。人只要懂得把握呢個節氣窗口期佈局風水，都能夠逆轉自身衰運，將財神請入屋企。而家我免費教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觀眾，零成本專屬立秋嘅金秋引財陣，只要跟足步就步至，無論你屬咩生肖，保證下半年偏財順手，財富滿滿。第一步，找出家中財位，清走煞氣雜物。大家聽清楚背後五行原理。立秋過後，天地旺金氣最濃厚、最強勢嘅方位，就係屋企嘅正西方同西北方。正西方為忌卦，西北方為坤卦。呢兩個方位，下半年你屋企正級最補位。聽日一早起身，第一件事就揾指南針，企喺客廳正中央，標定正西方、西北方兩個角落，逐樣檢查。兩個方位堆積垃圾雜物、舊爛鞋、發霉物件，即刻全部清走，丟棄更重要。咁五行金最怕火克制，其唔好響呢兩個方位擺放晒紅色、紫紅色、橙紅色物件，亦唔好擺電腦、肥波爐、長時間開住嘅大功率照明燈，火氣會不斷克散金氣。咪開心將屋企慢慢積聚嘅旺財氣場沖得一個正。第二步，完整布陣操作教學清潔乾淨財位之後，我教大家完整擺放招財陣。一容器，一隻乾淨白瓷碗或者透明玻璃碗，白色透明，五行屬金，能夠助長天地金氣。銀仔硬幣，碗入面放入白枚1元銀仔，如果手入面有古銅錢、白枚銅錢都得，一定要洗到乾淨光亮。數字8對應8，白菜星係當下最旺嘅招財吉星。銀仔、鹽仔、銅錢本身身為金屬，直接象徵真金白銀，還有開心。4、擺放位置，將裝好白枚銀仔嘅白碗穩穩擺喺屋企正西方或者西北方嘅高處，櫃頂底面，最適合。好多朋友同我反映自己都有擺各種風水陣，但一直唔見有明顯效果。其實十有八九都係細節冇做好，白白浪費立秋珍貴嘅轉運氣場。今日同大家講清所有關鍵細節，千祈唔好忽略。一、最佳擺放時辰，傳統風水講最理想係立秋當日申時，即下晝3點到5點，呢個時辰天地金氣最旺盛，布陣承接財氣效果最強。
如果當日要返工冇時間，立秋前後3日之內擺妥都得，越早擺好，財氣越快入屋。而銀仔要求盡量選用新淨光亮嘅銀仔，唔好用磨化發黑生情嘅舊銀仔。銀仔光亮乾淨，先能夠吸引純淨旺財金氣。3、擺放高度同位置禁忌，一定要擺喺平穩固定嘅高處，唔好擺喺地下垃圾桶旁邊、廁所門口。馬六煞氣會直接沖散聚財氣場，擺喺人來人往、成日會碰撞到嘅位置，財氣宜靜不宜動。4、後續保養維護，呢個碗唔需要加水。擺妥之後，每個禮拜抹一次，碗同銀仔表面灰塵，維持光亮潔淨，屋企旺，財氣就會持續興旺。千祈唔好擺完就完全唔打理，吉污會大幅削弱招財效果。5、切忌過量擺設，一個財位淨係擺一隻碗就得，貪心擺多幾個，擺設過多會令方位聚氣場雜亂，財氣最怕動綁混亂。只要喺呢幾日完整佈好呢一套招財陣，白瓷碗同銀仔就好似一具威力強大嘅聚財磁石，日以繼夜將天地間源源不絕嘅旺金氣財氣全部吸入你屋企，你屋企整體氣場會瞬間變得極之招財。咁無論做咩事都順風順水，出門遇貴人，投資有源源不絕嘅收益。各位鄉親命運從來都掌握係自己手入面，風水命理從來唔係迷信。佢一套教導世人順應天地嘅自然退吉避凶嘅宇宙運行法則。立秋氣場1年只輪一次，一旦錯過就要再等一整年。橫為開心你前半生捱過嘅所有苦難，承受過嘅勞累，上天全部睇喺眼內。只要你心中保持希望，唔好輕易放棄，好好把握每一次轉運黃金機會，還有開心，你絕對配得上下半世頂級嘅富貴同平安康泰。我極之建議大家睇完呢條影片之後，即刻點分享，將呢條滿載轉運希望嘅影片轉發到家族群，或者直接傳送俾屋企父母、伴侶、仔女，提醒佢哋立秋將至把握大翻身，黃金機會教佢哋佈置招財風水陣。呢份無私向善嘅心意，上天會清清楚楚睇到，埋開心總善因得善果。你呢個分享舉動必定會將雙倍甚至10倍嘅好運同財富回報俾你同屋企所有親人。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玄學道理講解得通透清晰，風水佈局實用好操作，麻煩即刻點影片下方訂閱，記得打開旁邊小鈴鐺，加入我哋呢個滿載正能量、傳授命理智慧嘅大家庭。每逢重大節氣交替、星象轉變，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提醒通知，保證你未來人生路少走彎路，步步高升。最後想請所有睇緊影片嘅觀眾，無論你係唔係剛才提到嘅3個生肖，都喺留言區用最堅定、最渴望改變現狀嘅心，打出7個字：大翻身10年財運。祝各位立秋之後霉運盡散，財神自動入門，事業全面爆發，賺到盤滿缽滿，一家人平安齊整，萬事順水。多謝各位耐心觀看同支持，我係文峰講運勢，有開心點啦，還有開心，祝大家事事順心，我哋下次再見。